自从2024年5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应听爱做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11节。基督既然伫肉体受苦，你嘛着有同款的心志来装备家己，因为伫肉体受苦是甲罪恶断绝关系。安尼，恁伫世间所剩的日子，就无搁照人的情欲，是照上帝的旨意来活。恁有浪费光阴做未信者所爱做的事，淫乱、色欲、酒醉、宴乐、大食大啉，甲可恶的偶像崇拜等，已经到额啦。因看见恁无搁甲因过放荡无节制的生活，就奇怪，煞甲恁诽谤。恁着对得要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上帝交笑。为着即个缘故，福音甚至嘛有传互死去的人。安尼，因的肉体虽然有照一般人的款受审判，毋过因的灵会当照上帝的款来活。万有会终局困难，所以着谨慎守纪，通警醒祈祷。上要紧的是着热切相听，因为听话惹砍真侪罪过，着互相好款待，毋通埋怨。做上帝所赐逐项恩赐的好管家，着照逐个人所得到的恩赐互相服务。愿荣光权柄拢归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讲道理的，着讲上帝的信息；侍奉的，着照上帝所赐恩赐的力量来侍奉，互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伫万事得到荣耀。应听爱做，听会惹砍真侪罪过，是爱人隐瞒罪过，干那宣扬善行是无？安尼减袂助长信徒之间的做伙，不问是非，只求息事宁人的固执风气咧。彼此相听会当以善抵恶，换得上帝饶赦是无？毋过这减袂甲靠行律法正义是同一种理路。这段容易因为看字生话的经文，必须对当时信徒群体面对压迫的脉络来理解，谨慎斟酌伊的意义甲实践方式。本段经文用末日公义的审判，劝勉信徒伫受压迫中坚忍，持续用听合法耶稣为义受苦的典范，也因为安尼听，成做成全彼此做恩赐好管家的奇迹。面对复杂世界的纠结甲压迫，要强求听会当受理解，也无追求报复，只是搁较深刻，将望定睛伫末世上帝的应允。面对当作基督肢体，总是实为多元族群、社会阶层的兄弟姊妹，听是信赖上帝恩典和智慧，谨慎分辨家己的心思意念，无求回报，无计较，搁持续成全对方。这份倚靠上帝真诚无假的听，袂成做情绪勒索、揩油的理由，也袂甲对方艰苦化，所以伊会当惹砍真侪可能会产生的恶行。2001年上映的纪录片《美丽天堂》，透过7名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社区和耶路撒冷以色列社区的
孩童视角来看以巴冲突。本片美籍犹太裔导演米子葛德堡，互双屏的囡仔见面，搁透过翻译来对话。印象深刻的是，一对年岁才12岁的双生仔兄弟，伫理解厝边巴勒斯坦囡仔因的生活了后，感觉无公平，甲需要改变。毋过伫4年后的追踪访谈中，查甫囡仔透露，甲遐个简单见面一遍的巴勒斯坦朋友相比较，现今的课业、球队和交友是搁较重要的，已经真少去想即件代志。若是另外一位巴勒斯坦少年，伫4年后，伊加入武装游行的队伍。即支片上映20多年了后，以巴冲突来到历史新高。即对双生仔有真大的几率伫战区生活，无推测因的事业、家庭和朋友拢受战争影响。因所认为遥远的事，却是近在眼前。比起遥远的厝边，眼前生活的艰难搁较真实。以色列的双胞胎因为暂时袂记得厝边巴勒斯坦囡仔的苦难，若是巴勒斯坦囡仔却真实感受受压迫甲无望来加入武装组织，也互各方势力趁机介入，致使战火持续循环延烧。袂禁得想到，假使以色列这边愿意搁较公允挺巴勒斯坦厝边，巴勒斯坦这边愿意放下仇恨，同理，迄较想拥有家己国家的以色列，真侪罪恶和悲剧检彩就袂发生。安尼看来，伫这复杂的世界内面，真情搁实切是心疼，对人来讲是何等遥远，却搁是遮尔迫切的需要。愿上帝怜悯，帮助咱真诚疼人。默想，我甲上帝的关系是毋是够深厚？至到就算受苦，也会当信靠伊，搁坚持去疼人。我是毋是具备实践真诚彼此相疼实践能力？我甲上帝的关系是毋是够深厚？至到就算受苦，也会当信靠伊，搁坚持去疼人。我是毋是具备实践真诚彼此相疼的实践能力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万听之源，救主耶稣，求你互我因为深刻认捌你，会当真诚去疼人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